主啊，2024年5月14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平静风影的上帝。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70篇第1节到第5节。特别纪念的诗交予圣乐长。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上主啊，求你紧来帮助我。愿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漏开见笑，愿爱我受陷害的人败退受凌辱。愿对我讲，吼，你惨啊！遐人因为见笑撤退。愿追求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愿羡慕你拯救的人，时常讲，着尊上帝最大。总是我困苦散赤，上帝啊，求你赶紧来我遮。你是我的帮赞，我的拯救。上主啊，求你毋通延前。平静风影的上帝。诗篇70篇节录，诗篇40篇13节到17节，表明大笔急需上帝帮赞拯救，情况非常危急，呼求主紧来帮赞伊。1948年5月14日午夜0时，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正式撤军都留联合国无下文的第181号决议，规个中东蠢蠢欲动。总是犹太人抢先在登陆时的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通过以色列独立宣言，宣称依照联合国大会表决，正式建立独立的国家。在在纷争了后，美东时间1948年5月14日下午6点1分，美国白宫正式宣布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独立宣言记载，自受暴力驱逐出以色列国土了后，流散到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国土忠心耿耿，始终希望返回故土，伫遐重新得到政治自由，一直毋捌为着安尼停止过祈祷。尽管几个月来，阮一直遭受猛烈的攻击，阮要号召生活伫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起来维护和平。阮向所有邻邦甲因的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因甲已经伫家己故土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以色列国准备伫为整个中东的进步共同努力中做出家己的贡献。尽管这份以色列独立宣言写甲正气凛然，总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却迅速集结联军，准备攻打军力无够3万的以色列部队，企图一举歼灭这个拄呾成立无够一日的国家。2022年，笔者伫开拓教会的第3个月，收到督学局寄来的违建通知，原来是厝主有日出时间阁遭受检举，因为安尼租借的礼拜堂被挖开一大坑，登陆时真是心急如焚，不断向上帝求救。一间拄拄开拓的教会要安怎是好呢？上帝施展伊的作为，伫众人的关心带导和奉献之下，无偌久，教会买下地段搁较理想的商办作为礼拜堂。每回想这件代志，除了感谢平静风影的上帝，也暗暗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检举民众。诗篇70篇第1节到第3节讲：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上主啊，求你紧来帮助我。愿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漏开见笑。
愿爱我受陷害人败退受凌辱，愿对我讲吼你惨啊！遐人因为见笑铁体。大笔的一生，让世间人见证每场战役拢是我靠上帝名得胜。就算大笔个人捌软弱失败，毋过伊情绪迫切的祈祷，赢得上帝眷顾甲垂听，也搁较认捌互风影平静的上帝。复国满76年的以色列，过去也捌受强国统治。毋过，因坚信上帝当平静各种风影，要哪更加勇敢坚定，行独立宣言所宣告的日子临到。默想，目前我有拄着甚物款的风影，是需要随时互上帝平静的？常通含我做伙祈祷。目前我有拄着甚物款的风影，是需要随时互上帝平静的？常通含我做伙祈祷。咱来祈祷，平静风影的上帝，假使无大风大影，我对你的信心恐惊只有表面。感谢你借着风影来锻炼我的真信心。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